係啊，試下個咪先，O 唔 OK？收唔收到？好，嚟準備嗰啲其實人工智能喺近呢3年咧，確實有個好大嘅發展，影響到我哋整個教育呢個行業咧，無論係小學、中學、大學，甚至乎係在職人士咧，都會受到呢個浪潮嘅衝擊。香港教育大學其實喺過往嗰2-3年咧，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嘢，唔單止喺大學課程裏邊咧，我哋有增加啲必修嘅人工智能嘅課程，而且佢哋將會喺今年2025年嘅9月咧就開始試驗啦。除咗喺大學裏邊我哋有課程嘅調整之外咧，其實我哋個團隊咧都一路關注到整個由小學、中學到教師到在職人員，而家 AI 對佢哋嘅影響。嗱，其實我哋香港教育大學喺2023年嘅8月咧，係成立咗一個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育中心，簡稱就係 AIDCEC。喺過往嗰2年咧，我哋對人工智能對香港教育嘅影響咧嘅研究咧係包括咗幾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喺小學教育咧，我哋而家係同法國 Paris-Saclay University 咧係有一個合作嘅項目，就係將人工智能嘅深度學習同埋機器學習咧，係向高小嘅學生咧係發展一個課程出嚟。我哋嘅團隊咧已經開始咗差唔多有2年嘅研究，而喺今年嘅4月咧，我哋會整個團隊飛埋去法國，同法國嘅教師交流。所以除咗喺小學我哋有做一個紮實嘅功夫之外咧，我哋嘅研究咧包括咗點樣研究俾高中生善用人工智能生成工具，令到佢發展一啲方法，令到佢可以學得好啲。包括咗我哋會教佢做呢個 chatbot 可以同高中生互動咧，令到佢哋嘅學習唔係單向嘅，而係可以透過同同學討論、同老師討論，再加埋呢啲 chatbot 咧，就可以令到學生有一個新嘅學習環境。而呢個係我哋嘅研究項目。無論係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其實當你要讓一個學生有興趣去學習人工智能咧，首先就係佢會享受到人工智能為佢帶嚟一啲乜嘢得益。嗱，所以我哋每一次去啟發學生去願意認識人工智能嘅起點咧，就係讓學生享受人工智能帶到俾佢去喺學習嘅幫助。我哋而家將人工智能結合語音變文字咧，呢個係非常之方便嘅。所以學生咧，我哋建議你第一件事嘅寫作唔係去動筆逐個字寫出嚟，而係你可以用語音同你嘅爸爸媽媽傾偈，同你嘅同學傾偈，同你嘅朋友傾偈，去先進行一個構思。而呢個構思已經喺個對話裏邊咧係有一啲內容。而啲內容就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咧變成文字嘅，所以由作文嘅口語轉書面語，到文章嘅結構、修辭技巧等等咧，都可以有人工智能嘅輔助。但係呢啲輔助咧係只係輔助，而整個過程裏邊咧，學生一定要有自己嘅親身嘅體驗，係文章嘅內容係佢嘅生活體驗，然之後一步一步轉成文字咧，呢個過程變得可以係由一堂課寫作變成係一個星期嘅寫作，然之後再修訂，而變咗學習過程唔係就係老師最後嘅評語，而係整個學習過程都有支援，令到學生覺得呢個學習係有趣味嘅，咁佢就會覺得呢個工具唔係依賴嘅。所以咧，我哋今時今日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支援，但係另一方面亦都要避免學生依賴呢啲工具而變成一個唔係學習嘅過程。嗱，我哋去引發動機咧，就要學生要喺呢個過程裏邊佢享受個學習過程，但係更重要就係完成個學習
學生真係有所得着，呢個先係真正我哋教育要做嘅研究工作。未來嘅教育咧，其實充滿挑戰。確實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咧，帶嚟咗好多可能性，俾學生、俾老師去善用個工具，讓學生有更好嘅學習嘅過程同埋成果。但係呢一個挑戰嘅同時咧，係如果我哋教育界嘅研發工作、老師嘅培訓工作，如果唔到位咧，其實最後尾受害嘅係我哋嘅下一代。所以如果我哋要將呢件事改變成為係下一代所有嘅學生受惠咧，我哋一定要盡快推行一啲人工智能普及認知嘅工作。喺呢個過程裏邊，唔單止係教授學生明白人工智能佢模仿人嘅智能咧，其實係一個模仿嘅過程。而呢個模仿過程咧，係有佢做得非常之好嘅地方，但係亦都有非常之局限咧，係唔能夠取代人嘅。面對人工智能嘅挑戰，有機會被取代嘅過程裏面咧，培訓佢哋，讓佢哋咧善用人工智能，結合佢嘅每一個工種嘅專業能力，然之後善用呢啲工具。第一方面提高生產力，提高嗰個質素，同時要提高每一個在職人員佢本身工作嘅能力。嗱，我哋呢種工作能力咧唔係天生嘅，係需要培訓，亦都需要我哋提供一啲支援，令到呢一啲每一個在職人士咧係受惠於人工智能嘅發展，